因为政策20多年来，学校的工友有缺拢未当去补。以桃园市来看，目前工友的欠业有6成，高中后会有8成的高中、国中小都无工友咯。有议员是真烦恼，讲未来基层的老师就要负担工友的工课。现在在修水龙头，对，因为就是会漏水。这个咧修理水道头的，毋是工友，是学校总部处的事务组长桂子家老师。这是桃园平镇的三丰国小，学生有1095个人，老师136个人。原底有配置3个工友，因为中央的政策，若欠工友是无要补，即卖学校是无工友。这个直直的工课，除了老师，还有志工会来到3工。影印东西、传递文件等等，都变成各处室主、老师、主任、校长都亲自来进行这样子。学校表示，无要补工友，不过会有工友的委办费。因会用这条钱来维修学校的硬体设施甲设备。目前桃园的学校欠工友的情形有到要6成，5年后会欠8成。到时高中、国中、国校拢无工友。针对中央无要补工友的这个政策，有基层的老师烦恼会增加工课的负担。有议员建议至少要配1个工友协助紧急的事务。在校园里面发生任何课桌椅的修缮，或者树木的倾倒，或者水电的问题，我们都必须要立即性的马上处理。为了解决本市各级学校工友出缺所衍生的人力不足问题，教育局每年补助每缺额每月23000元的专款专用工友委办费。因应中央无要补工友的这个政策，教育局表示有补助工友委办费，欠1个工友一年是编276000块，协助学校做事务性的工课。亲像学校环境的维护甲清洁、修整树瓦甲设备维修等等的事项，后续嘛持续检讨甲调整经费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